前面呢有讲到说哈，在贤劫经以及在悲华经，还有三运经以及八问经里面呢，分别有讲到佛陀在过去不同的身所意之上呢，首次发起菩提心。下面呢就一个一个来成立说在哪本经里面呢有讲到佛陀最初发起菩提心的经文。好，那这边我们来看当波主的多的给上来。我멤버를 규비체 대신 셰바 샤기야 투첸라 잠깐 시기 우와 제네경 당보르 장수드니 셈기에도 셰송비셰르 도와 롱당 원바 줄레경 대당 총발松缩。第一个成立，因为在贤劫经中说到，过去我成地列时，释迦大能如来前诚供养1满米，并且首发菩提心。律经阿毗达摩俱舍论中亦说与该相同矣。我们来看藏中对照的部分多得给上来多得给上呢是贤劫经，俺呢我才没把举比才，俺呢是我所以呢佛陀在说他自己过去呢我才呢就是过去的时候，以前的时候呢，member 呢是低下、低劣、低等的意思。Yoruba 呢是已经成为，才呢是那个时候。所以呢，过去呢曾经成为已经成为一个比较低下、比较低劣的人的时候呢，那他遇到了谁？他遇到了得心谢吧夏迦突谦。得心谢吧呢是如来，夏迦呢释迦，突呢是能。谦呢是大所以夏迦突谦释迦大能如来。好，那他遇到了释迦大能如来，然后对他做了什么事情呢？讲刚西给乌瓦杰内讲，讲呢字面上呢它是柔软的意思，但在这边呢它指的是粥米刚呢是满满的，西呢是一份所以一碗一份满满的粥然后呢乌瓦呢是供养。节内养节呢是做的过去式，内呢是然后，所以呢就是做了以后。养呢是还怎么样，也怎么样，又怎么样所以他除了供养一整碗满满的粥以外，还做了什么事情呢？他还做了党波的讲出度你sem ge do，党波最初第一个讲出度sem ge do然后呢发起菩提心，谢松比谢那朵瓦龙呢是律经，翁巴子呢是阿毗达摩俱舍论那阿毗达摩俱舍论以及在律经里面呢所说的呢，也跟贤劫经里面所讲的一样所以呢，翁巴子来讲得当冲把松缩。那尼巴主的不断缺中嘞，您这贝玛嘎波呢，转世教所有都给点啦，sem当波的给把写多写当，但把技能嘞，得要您这贝嘎都我切。敦巴잠세이부教所以读的具备切，生给把你松白音写松不写。好，我们来看中文的部分。第二个成立，因为在布顿佛法史中说到，悲白莲华经中说，于婆罗门海城之所依首发心以及呢在教法整体建立这本书呢也有说到呢，复又悲白莲经云，前时导师已成为婆罗门子海之城，是于该时刻发心之故。好，那中文译本的悲华经里面呢，是翻宝海梵志，梵志呢是婆罗门的意思，然后它的名字呢是翻宝海。那我是呢从藏文原文直接翻过来，所以字面上呢是海城我们看一下这边。您这杯吗？嘎波呢？您这呢是杯心，杯吗呢是莲花，嘎波呢是白所以呢杯白莲花那在悲华经里面呢有说到占塞占塞呢是婆罗门，嘎错呢是大海，一呢是的。那个读呢是城所以嘎错与读就是海城所以呢在海城这个婆罗门的这个所依之上呢，三党不给把谢朵第一次呢发起菩提心那丹巴经呢也是这么说但要宁杰贝嘎读宁杰贝嘎就是悲华经，那恩切敦巴占塞布，恩切呢是之前，敦巴呢是导师释迦牟尼佛，在这边指的导师是指导师释迦牟尼佛，那占塞布
斩塞呢是婆罗门，意是的不呢是孩子，好，所以呢婆罗门之子。那找加翠嘟嘟吉比切，加翠嘟呢就是海城，好，然后呢成为海城这位婆罗门之子的时候呢，僧耶把你松白银，哈，在那个时候呢。发起了菩提心哈，松柏营是这么说哈，在那一本经里面是这么说的。好，谢松比谢。松柏住的不断최종래蓬勃松柏达那顿巴迪从本기부 온 가르 들네 대신 셰바 제첸라 당보르 생겨바 셰도 셰다 덴바 지남래蓬勃松比多勒尼응기 되기 총분부 뭔가 시자를 규비체 산제 제첸 시자와 생겨반이松柏营写松比切。好，我们来看一下中文的部分。第三个成立，因为呢，在布顿佛法史中说到，若照三运经，此导师，好，这个此导师呢是这位导师，其实就是指本师释迦牟尼佛，哈，导师释迦牟尼佛成为商人之子现喜。而后呢，于大力如来前出手发心，好，以及呢，在教法整体建立这本书中说到呢，三运经中云，前时商人子名为现喜时，于大力佛前发心如是说之故。好，我们再回来看哈，蓬勃松巴呢是三运经哈。敦巴迪，好，所以呢，敦巴呢是导师，迪呢是这一位，好，那当然就是指是释迦牟尼佛。从本基部恩嘎尔内，哈，成为哈，已经成为商人之子，那他的名字呢叫恩嘎现喜。那德心谢巴贼谦啦，哈，在这德心谢巴呢是如来。贼谦呢是他的名字，贼是美丽，谦是大，好，所以呢，大力如来前。党波第一次僧耶巴谢多哈，第一次发心呢，在三运经里面呢是这样子讲的。denpa jinam le哈，教法整体建立的这本书里面说什么呢？蓬勃松比多雷尼哈，三运经中呢怎么说呢？我给读给冲本部，好，我给读前面的时候冲本部，好，商人之子，名字叫什么呢？叫恩嘎现喜，好，谢加居比切。好，那它名字叫什么呢？叫做恩嘎哈，恩嘎谢加居比切，就是呢，过去是商人之子，名字呢叫做恩嘎现喜的这个时候呢，桑耶贼谦谢加哇，那有一位名叫大力的佛呢，在他的尊前，僧耶把你松柏营后升起菩提心，好，是这么说的，在三运经里面是这么说的，好，谢松比谢。西巴住的只能少比多嘞，顿巴迪我瑞拉那比多呢，那个女辈你为加些个啥些啦，现在准备给制度结束。第一次到我多冲完了，送嘛阿旺基样样能进，新度这把给的，第一件给讲出的sem给多。但你阿旺啦，您这sem中些给几件没白，但绕到车内，东这送把能白，才都觉得。你为新的政法部，你我来谈的，给把给给，第八将我举多些送比些。第四个成立，因为在报恩经中说到，此导师好，一样是指本师释迦牟尼佛。过去住于种性时，这边这个种性呢，指的是佛性，也就是说，过去住于佛性时，也就是说，当他还有佛性的时候，好，在他成佛之前，好，成佛之后已经成佛的话呢，就没有佛性。成佛之前的有情众生呢，有佛性。当他成佛的时候呢，那个佛性呢就变成自性法身。好，所以过去住于种性时，就是说过去当他还有佛性的时候，就是他还没成佛之前的时候呢。好，因业之作用故，投生为异于地狱烧铁之地之拉车力士。好，就是说在那个时候呢，因为业力。然后呢，投生到地狱去。那边的地狱呢是怎么样呢？是烧铁之地，它的地呢是由烧得红通的铁所组成的。然后呢，在这个铁之上呢，他是一位拉车的力士。尔时在那个时候呢，同伴力小，跟他一起拉车的这个同伴呢，他的力气比较小，遭狱卒阿旺反复刺之。这个时候呢，他遭到这个
狱卒阿旺呢，反复的呢，拿着利器呢，一直去捅他，一直去刺他，好，极生悲悯，因该缘故发菩提心。那个时候呢，他看到他的同伴呢遭到狱卒这样子的凌虐，那他升起强大的悲悯心，然后呢，因为这个悲悯心的缘故呢，发了菩提心。那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他求而后呢，求阿旺曰：生些许悲悯心。他这样子呢，向狱卒求情说：你发一点悲悯心吧。该即为愤怒，这个该呢是指这个狱卒阿旺，他就非常的愤怒呢，以三角叉刺之而受终，他就呢拿起了三角叉，然后呢朝那个拉舍利士刺下去，然后呢这个时候呢他就受终和死掉了。拖拉地狱车之力士呢，从地狱脱离，尽除八劫之罪矣。之故，所以在报恩经里面呢有这样讲。那波罗蜜多总义里面他所引用这个报恩经呢，它是大义式的去引用，就是呢引用大义，所以呢详细的这个内容，他有去描述说，那个时候的地狱是怎么样，然后呢这个狱卒阿旺呢他的长相是如何，然后呢用怎么样的利器呢去鞭打、抽打、刺他的同伴，然后他的同伴有多么的惨，如何的哀嚎，然后呢这整个经过跟详细的经文呢，大家可以去查中文版的报恩经，在斯贝塔里面呢可以查得到。那藏文版的话呢，大家其实可以去下载阿达莎。那阿达莎里面呢，它有收纳了丽江版的大藏经，还有这个拉萨版的大藏经，也有德格版的大藏经，那因为呢他们的这个版不一样，所以呢内容的字其实是差不多，但是呢在一些细节里面呢有一点点的不一样，那可能是当初译者的关系，也有可能呢是当初在印刷的时候的它的那个版不同，所以呢它有稍微的不一样，但大致上呢它的那个字呢是一样的，大家可以去查那个大藏经，甘珠尔。好，我们再回来看一下藏中对照的部分，来，只len少比多雷，只呢是恩德的意思，雷呢是回答，少把，所以只len少把其实就是报恩，好，只len少把呢就是报恩的意思，只len少比多雷报恩经。敦巴迪此导师就是呢本师释迦牟尼佛。恩日啦内比敦啊，恩呢是以前，日这边的日呢是三给给日，也就是指佛性的意思，然后呢安住于佛性的时候，也就是说还没有成佛前，他相续中还有佛性的时候呢，雷给努贝，雷呢是业，给呢是德。努巴呢是能力作用的意思，因为呢业的力量，因为业的这个作用跟能力呢怎么样呢？捏维加西给萨西拉新的正比给嫉妒业所，业呢是生的过去式，就是已经生了，以投生为那个时候呢，过去投生为什么呢？捏维加西给萨西拉，捏瓦呢是地狱，加西给萨西架呢是铁。塞呢是焚烧，就是烧的红通的铁，然后呢的什么呢？沙西，沙西呢是地的意思，就是说在地狱里面，然后呢，它的那个地呢是烧的红通通的铁所，做成的地，然后呢，在这个上面呢，它是什么呢？它是一位新大真比耶，是一位拖着车的这个力士，然后既呢是一位，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因为业的力量，然后呢投身为一位在地狱，然后呢他的那个地呢是烧的红彤彤的铁，然后在上面呢挽着车拉着车的一位力士。的意思那个时候呢，达窝是同伴，斗冲瓦拉，斗呢是力气，冲瓦呢是小。所以说他的同伴呢力气很小。那松妈呢，这边这个松妈呢是狱卒的意思，那他的名字呢叫做阿汪。中文的报恩经里面呢是翻阿庞，所以呢可能只是音的差别。松妈阿汪呢，他怎么样呢？松妈阿汪给养养嫩景心度这把给的，这个养养呢是一再一而再再而三，反复的意思。嫩景嫩
这个nun呢是指用刺的意思哈，然后心度这把给的心度呢是极为非常的哈，这把呢是危害，给呢是生发展的意思，就是说他一直的刺他，一直的刺他呢，然后呢，造成了极大的这个危害跟损害。好，那这个呢是新的印刷版。那我以前在上课的时候以及在背的时候呢，是用旧的版本。那旧的版本呢，它是写新读 zewa ge 的，跟这个有一点不一样，所以它是写新读 zewa ge 的。好，新读 zewa ge 的话，翻译过来是说，产生了极大的危害。然后呢，得以言gi讲出读生 ge 多，因为此缘故呢，升起了菩提心。好，那以前我在读的时候，在背的时候呢，是用旧的那个印刷版，所以旧版呢还是写新读 zewa ge 的，得以言gi讲出读生 ge 多。哈，这个比较容易解释一点。这个 zewa 呢，就是悲悯心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他的同伴呢一直被这个狱卒这样子刺，然后呢升起了极为强大的那个悲悯心，因为这个缘故呢，升起了菩提心。好，那所以不管哪一个，其实它的顺序就是说，他的同伴呢一直被打，一直被刺，然后呢受到很大的这个伤害。好，在那个经文原文里面有讲到说，血流如雨，然后呢哀嚎，然后呢叫爸爸叫妈妈叫妻儿，好，但是都没有用。好，在形容他的惨状，所以是非常的惨，受了非常严重的伤，有很大的危害，然后因此呢升起了悲悯心，也因为悲悯心呢升起了菩提心。但呢之后呢，阿旺啦您这一生终是结集结妹妹之后呢，他说了什么呢？他对着阿旺说：“您这一生，您这呢是悲。”生呢是心，您这一生悲心，终是些许少许，业绩升起吧，就是说，您发发慈悲吧，你升起一点点的悲心吧，你可怜可怜他吧，这么说的时候呢，因为这么说，得让度去呢，这个得呢是指阿汪，就是这位狱卒，让度去呢，让呢是极为非常的意思，去呢是生气。嗔恚，他非常的生气，非常生气之后做什么呢？懂这松吧，嫩白切度接的，好，那懂这松吧呢，就是指三角插、三角戳，然后呢，嫩吧呢是指刺的意思，因为呢用三角戳呢去刺他，他非常的生气，然后呢拿起的三角戳呢朝这位拖车的力士呢刺下去，然后呢怎么样呢？切度接的。切度结巴呢，其实就是寿终死亡的意思哈。他非常的生气，然后拿起三角戳呢，就从他的脖子刺下去，然后呢他就死了。然后呢，年月新的简巴伯，这位在地狱的这个拖车者，他怎么样呢？涅瓦雷塔的从地狱中解脱，从地狱中脱离，然后呢，给巴给给底巴将瓦有多，好，然后呢，给巴呢是劫。劫呢是八，所以八劫的这个第八罪业呢，将瓦有多已经完全的尽除哈。那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那个藏文的大藏经，藏文的那个甘优里面丽江版、拉萨版、德格版，它有一点点的不一样。丽江版的甘优里面呢，它是写8000劫，给巴给东，8000劫的这个罪业呢尽除。那另外两个版在拉萨版跟那个德格版呢是写 ge ba gia， 就是呢百多劫，ge ba gia niegi di ba jiangwei dudo 是指说百多劫的这个罪业呢完全的尽除。中文的 C 贝塔里面呢是写百中劫，那不管是哪一个呢，它都是指非常非常长的这个时间里面所造的这么多的这个恶业呢，都完全的尽除。所以是指说菩提心的力量是非常非常的强大的，它可以尽除这么重、这么长时间所累积下来的这些罪业那因为可能当时的译者他们所依的那个版本，或者是说呢流传下来的时候，在印刷的时候的那个版的不同，所以会有一些比较细微的出入。但这边的重点呢，就是说菩提心是力量非常强大的因为佛陀在那个时候发起的菩提心，所以呢他
把这么长时间里面所累积的这些罪业呢，就完全的净除了。好，第八章我율도시송비실。我呢，得到了让路刚给技术长白一些呢，接着马瓦拉所比年头的把能多的计算给技术长型，提前把卡机你这边搞当，卡机碰不送把大的开连了，让有把你只能稍微多大的开连喏。好，我们来看一下啊。那么由该等经自中为合之随行，毗婆沙宗等声闻部为衔接经之随行。好，声闻部呢指的是毗婆沙宗跟经部宗，哈，这两个合起来称为声闻二部，哈，藏文叫念吐得尼。好，那念吐得尼声闻二部呢，他们是衔接经之随行，哈，他们是照衔接经讲的，在承许。那一些大圣者呢认同悲百莲华经，一些呢则认同三蕴经。那自宗呢在这边哈，我们在学 Part 在学波罗蜜多总义的时候呢，是以自序派为主，所以呢自序派呢是什么呢？是按照报恩经中所说般的认识。好，那这边呢，我们那时候在上课的时候呢，老师有跟我们做的一个辩论哦。那个时候他说，如果自宗呢是按照报恩经所讲的，也就是说在地狱，然后呢看到同伴受苦，然后呢发起悲心，然后呢升起菩提心的话，那个时候呢，老师他就有辩论，他说理应于该课有升起大悲心，因为在该所依之上升起菩提心之故。好，菩提心呢必须要由它的进取因大悲心而产生。好，所以呢在升起菩提心前的这个大悲心呢，它是要怎么样呢？它是要圆一切有情，然后呢悲悯他，愿他从轮回苦脱离的这个悲心呢，才叫做大悲心。那如果照报恩经刚刚报恩经里面讲的话呢，那在那一刻呢有升起大悲心吗？因为在那个所依之上呢升起菩提心之故。那如果说在那一刻呢有升起大悲心的话呢，理应原一位同伴欲使离苦之悲心是大悲心。好，就是说那个时候按照经文讲，那个时候呢他所升起的悲心，他所缘的对象只有一位，就是他的同伴。缘着一位同伴欲使离苦的悲心是大悲心吗？如果他不是大悲心的话，他要怎么样去引生菩提心呢？那如果是大悲心的话，大悲心难道不应该是缘着一切有情，然后呢愿他们脱离轮回苦，好，悲悯他们，然后呢要使他们从轮回的痛苦中脱离的悲心才叫做大悲心吗？好，这个是当时上课的时候老师呢跟我们做的一个辩论。老师这个辩论呢是来自于他以前呢曾经听过一卷上一世的松仁波切开示的录音带。那在那一卷录音档里面呢，松仁波切呢就有讲到报恩经的这个故事，然后呢就做这样子的辩论哈。在这样子的身所依之上呢，升起菩提心的话，那个时候他发起的悲心是大悲心吗？好，他的悲心有那么强烈，好，可以引发菩提心吗？好，做这样子的辩论。之后呢，上一世的松仁波切呢也有讲另外一个故事，就是佛陀首发菩提心的故事。那故事是这样子的，佛陀的过去生呢，有一世呢。是投生在一位叫做冲奔不没商人之女的这个身所依。那叫她商人之女，她其实是男儿身。那为什么要叫她商人之女呢？因为在她出生之前，家里很多的男丁都接二连三的死掉，不是早夭死掉，要不然就是呢发生意外死掉。那即使她出生之后呢，她爸爸呢也因为意外呢也死掉了，所以可能那个时候的风俗民情，虽然他是男生，但是呢就叫他女孩，就是希望说他能够不要早夭，能够可以活得久一点。那他从小呢就跟妈妈相依为命，那长大的时候呢就跟他妈妈呢一起呢做这个木头买卖的生意。那他第一次成交的时候呢，他卖得了2个玛莎嘎。那玛莎嘎呢是古时候印度的货币单位哈。那现在呢我们要换算成当今的这个货币
单位可能有一点困难。那总之呢，那个时候呢，他第一次成交，他就获得2个马夏嘎，得了2块钱，然后就把它全部都给他妈妈，他自己1分都没有留。那第2次成交的时候呢，他则获得了4块钱，4个马夏嘎。那第3次呢，获得8个马夏嘎，第4次呢，则获得16个马夏嘎。他都没有留半分钱，都全部交给他妈妈。那个时候呢，街坊邻居呢，就跟他说，你爸爸其实不是卖木头的，你爸爸呢是一个珠宝商，还是专门出海打捞这些宝物，出海去寻宝回来卖的这个珠宝商，那你也应该呢要从事跟你爸爸一样的职业，那因为在古时候的印度呢，他们有一个社会风气，就是子承父业，爸爸做什么职业，那小孩子长大以后呢，也要做跟爸爸一样的职业。那这位聪笨嬷嬷呢，就一直跟他妈妈说，他也想要出海去打捞宝物，去出海去寻宝回来卖，想要做珠宝商，跟他爸爸一样。那他妈妈当然不愿意，就跟他说，你爸爸呢其实就是因为船难呢这样子死掉的，那如果说你现在出海去打捞去寻宝呢，你也很有可能会有这样子的危险，就这样子出海死掉的，所以妈妈呢不允许他去。那他一直就很想出海去寻宝，所以呢他就一直计划着要偷跑。那他们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妈妈的床是睡在门的前面，那一方面呢其实也是要守着门，以防呢他偷跑出去。那有一天呢，妈妈就睡得很熟，那他见机不可失呢，就想要趁这个机会偷跑出去。由于呢妈妈睡在门的前面，所以呢他要偷跑的话呢，就必须要跨过他妈妈，因此当天晚上他逃跑的时候呢，他是跨过他妈妈的头，然后呢偷跑出去的。那出海寻宝呢，沿途都非常的顺利。一开始呢有2位仙人来帮他，一男一女。那这2位仙人来帮他呢，其实呢就是他那个时候赚的2块钱，全部都给他妈妈的这个善果，他赶果赶得非常的快，所以一开始呢有2位仙人，然后再来有4位仙人，也就是第2次他4块钱全部给他妈妈所赶得的善果。那第3次呢有8位仙人，第4次呢有16位仙人，就是他第3次8块钱，第4次赚16块钱，全部都给他妈妈的这样子的善果。那所以呢沿途呢都非常的顺利。那直到呢有一天他们上岸，然后呢看到有一个那个铁的房子，然后里面有一个人呢受着很大的痛苦，因为呢有一个轮子呢在这个人的头上转，然后在转动的时候呢就强烈的撞击这个人的头，那这个人就非常非常的痛苦，苦不堪言。然后呢他见状就吓了一跳，说怎么会有人这样子？就问他说，你怎么搞的？为什么会有一个轮子在你头上转？然后呢还强烈的这样撞击你的头，这么的惨这样子。那这个人呢就跟他说，这个是他过去呢曾经跨过他妈妈的头所感得的这个果报。那他一听就想说，糟糕我出门的时候呢也跨过我妈妈的头，那这样子怎么办？就在那个时候呢，眼前这个人也消失了，那他身旁这些帮助他的这些仙人呢也全部都消失了，就只剩下他一个。然后呢那个轮子呢也就跑到他的头上，然后呢就强烈的转动，哇，他的头真的被撞得这样子非常非常的痛，头痛欲裂，非常的痛苦。这个时候他就知道说这个是他跨过他母亲的头的这个果报成熟了。因此呢那个时候呢他就发了一个愿，升起很强大的悲心。他发愿说，所有曾经跨过自己的母亲的头的这些众生，愿他们的这个恶业的这个果报呢，都在此时此刻呢，在他身上成熟，不要让他们再遭受这样子的痛苦，升起了非常强烈的悲心。也因为这个很强烈的悲心的缘故呢，升起菩提心。那他在升起菩提心的当下呢，这个罪业呢也就清净了，然后在他头上转动的这个轮子呢，也就顿时的消失了。所以呢，在那一卷的引导里面呢，有讲到这样子的一个故事。佛陀呢是在这样子的一个身所意之上呢，发起菩
菩提心的，首次发起菩提心的。佛陀呢开示了很多经典，在不同的经典呢又讲到在不同的身所意最初发心。在贤劫经里面有讲到很多佛陀在过去生不同的时代投生不同的身所依，从事着不同的行业，然后呢见到不同的如来，在不同的佛的尊前呢发起菩提心，有很多这样子的故事。那在悲华经里面呢也有讲到说婆罗门子海城发了很多很雄伟、非常不可思议、非常伟大的愿的故事，首发菩提心的故事。那在八恩经里面呢，也有讲到，在地狱怎样子的身所意之上呢发起菩提心。那不管是哪一个故事，其实佛陀开示这些经典呢，就是要让我们这些学习者呢，好好的努力的去修学，去发起菩提心。所以呢，大家可以去参阅不同的经典。